喂，Mona，你話咩啊，Kelvin 師兄？中半山超級豪宅應天，短短半個月已經賣咗5個單位，間間億億聲，12億貨啊！兩間頂層嘅特色單位，一間3.6億，一間3.8億啊！位於中環半山的波老道，顯赫地段價格無可複製，全盤僅66席，提供3房1875尺起到5房3022尺。應天位於香港半山，擁有頂級地段、稀缺資源同埋圈層價值，吸引全球富豪，資產配置首選。應天仲刷新咗今年全香港一手住宅單位嘅尺價紀錄，成為咗本年度嘅樓王。呢啲天文數字嘅交易，唔單止係冷冰冰嘅數字堆砌，佢哋嘅背後折射咗全球頂尖資本對於香港核心地段稀缺資產嘅極致追逐。唔單止係一套房子，而係一座屹立於半山雲霧之中嘅私人公寓。中半山超級豪宅，賣一間少一間。你哋仲等，快啲聯絡我哋中半山團隊啦！